咁大家俾心機做嘢啦，加油 Thank you。似高高低低飛奔的天馬，路放心花都不怕。哇，老媽，你搞咩？你入嚟做咩啊？哦，就睇咗個電話啫。哦，不過好好聽。下次唱 K。俾心機做嘢先。無數聲音充滿血管。07年喺內地拍完最後一套劇之後，陳紀康就退出咗娛樂圈，同好多藝人一樣，佢選擇轉行做保險。其實難嘅，要 artist 去轉做保險。當初我入行嘅時候，我嘅上司都擔心，佢話你未必轉到型。呢行其實冇10年，第7年，而家我叫做高級分行經理。頭呢張有圈內人嗰陣，佢哋都未公佈係同性戀嗰啲啦。但佢哋同我講，可唔可以受益人寫一個男仔咁，後尾先發覺。但我呢啲好守得秘密嘅，我由20年前有啲朋友到佢而家自己講，或者有啲最近結婚嗰啲，我都話我幫你守咗20年嘅秘密㗎啦，係啊。當年喺娛樂圈試過一日踩4場 show，高峰時期月入有7位數字。既然咁好揾，點解 Ray 要選擇離開呢？我覺得娛樂圈好多嘢要等，同埋太過不受自己控制。以前冇試過憂心忡忡。冇試過，我嗰日好多 show 㗎，我試過一日唱4個 show 啊，唔係數字一個。我又覺得唔係淨係揾錢咯，我覺得要揾唔到自己。其實我有少少，我一係做 artist，一係做生意。我做過健康食品，我攞咗個代理權去做咯。咁我試過係去韓國去 set up 咗個 office，請咗一啲當地嗰啲人去賣咯。舊年成家立室嘅阿 Ray，依家每日忙住湊佢6個月大嘅寶貝女。不過如果俾佢揀多次，佢會揀入娛樂圈定係依家嘅生活呢？都會做翻影響力會大啲。其實多做 artist 都係最夢想，除咗紅館演唱會，下一步就叫慈善演唱會。都試過有幾次嘅感觸嘅。有一次就係搭緊地鐵啫，其實好安樂嘅，好舒服嘅。但係以前係唔會有太多呢啲咁樣好平靜嘅心態咯。其實我自己幾追求平靜同埋比較真啲嘅嘢，嗰啲係我覺得 enjoy 嘅。慈善演唱會，而家仲有冇諗嘅？下年咯，最快。其實一路有人揾我傾過嘅，復出唔敢講，唉，冇能力㗎啦，會唱。其實我唱得唔夠好意思，我唔夠特別。但係你話聲靚啊嗰啲度都做到嘅。你好啊，我想問有冇話陳建穎嘅碟啊？陳建穎好啊，你得唔得？唔好意思，我哋暫時冇貨。咁啊，陳紀康嘅咧？陳紀康嘅貨喺度，都暫時賣晒。賣晒？係。應該入多啲貨，好嘢嚟嘅。